子殿下，煽动者一律诛杀。保护大家！是。没事，快！小姨，你快过来！小心！没事。哎，江敏，快去救太子殿下！快，自己小心！快！小心！太平宴上动手，好大的野心！大人，都准备好了。上。是。冰航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乐意。总不能让这些人死在这里。既然目标是古墓，约翰，顾命，保护好店里所有的人。太子跑了！只要杀了太子，这次就算成了。走。怎么样了？花郡主，不好了！太平宴上的敌人远比想象难对付。太子殿下为保其他人安危，独自往后山方向引开敌人，下落不明。裴大人，得尽快打开城门。你和渊伟去找宋叔，把花家的精兵调来。好，此事交给我。那小姐你呢？我去救太子殿下。花郡主，殿下的坐骑就在城门口，您骑着去吧。多谢小裴大人。太子殿下，束手就擒吧。明白了，算来算去，还是算错了宫中奸细，怕是位高权重之人，竟能调动这许多高手。您应该感谢自己的决定，
毕竟，你这么孤单的死了，总比眼睁睁看着未央殿的人间地狱强。那倒不一定。你什么意思？死我一个人何妨？江山为大，谁都可以做太子。可眼下未央殿，谁输谁赢，还真不一定呢。我要你命！玉，小白，一定要找到他。若我没那么冲动，今日太平宴，我就可以陪他一起去了。小白，救！想动他，也要先问问我花琉璃同不同意。琉璃，你快走！这呀！必须快一些，再快一些！小姐，没事吧？宋叔，没事。你快救太子殿下，我在这拦住他们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太子殿下，大局已定，受死吧！兄弟，快走！军人的天职就是守护一方国门，只要国家需要，我们必将身先士卒。宋光听令，我将在。殿下，殿下，你还好吗？琉璃，我后悔了。
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回玉京。可若没有来玉京，又怎会遇见你呢？我们走吧。走。小心！若有来生，希望我们不要再生在敌对之国。琉璃，永别了。琉璃，琉璃，你醒醒啊，琉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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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啊！若非崖底枯枝，你我早已殒命，怎么样对得起上天的眷顾啊？琉璃，快醒来吃啊！还有牛肉干啊，琉璃。琉璃，你不是想要一个太平盛世吗？如今我们挣到了，你不醒来，我们该怎么看呢？那个提着灯笼的摇摆舞蹈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等我们回去了，我让他们给你拍新的。你不是还说，往后余生，我们定会事事如意吗？可如果我没有你，这树的寓意多好呀！你往后余生定会事事如意的。这个是事事如意，我可是特意为殿下做的呢。事事如意。可如果我没有你，我该怎么事事如意？我该怎么事事如意？琉璃，琉璃，快醒醒啊，琉璃！小姐，宋叔，小姐，你看，天亮了，该回家了。求你醒来，琉璃，琉璃。琉璃，太子殿下，别离开我！我求你了，别再离开我了！怎么还哭了呢？我不过是比你多睡了会儿。
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！殿下，太子殿下！贤妃娘娘在我们来时就悄悄地说了，若是找不到太子殿下，那您就是真正的太子了。贤妃娘娘还说了，若找到太子殿下，他若……太子殿下！殿下的戏啊，太子殿下！演得太好了。太子殿下！殿下，太子殿下！太子肯定凶多吉少。住嘴！太子殿下为了引开那帮杀手，只身赴险。本王是那种落井下石、兄弟相残的小人吗？滚！滚！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赶紧来人呐！本王找到太子和郡主了！赶紧来人呐！都给我慢点，听到没有？别颠着我们未来的国君啊！华郡主也别颠着，颠着未来的国君，也不能颠着华郡主。都慢点，听着没有？殿下，殿下！这照此说来，陛下此次的病是装的了。当然是装的，不然也不会在太平宴上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。元素这孩子虽说细心妥帖，智勇双全，深谋远虑，但他毕竟年轻了一些，并不算无一策呀。这次朕便来给他兜底，不然文武百官若真是被林妃所控制，那真是不妙了。太子殿下出其险招，
将自己置身险境，实在是心系天下，不为自己。唉，只是现在朕的元素还没回来呀。陛下，老臣的女儿花琉璃也没找着啊。早些年，先是朕的皇后作乱，预备接班杜太师的驸马谢林州，居然是他的余党。再加上林妃还在背后捣鬼，朕真是心痛啊！如此看来，陛下您的确是惨了点儿。陛下，陛下，何事，皇上？太子殿下与花郡主已经找着了。成活一世，唯有殿下真心相待，愿为殿下献上残面，死得其所。罪臣不求殿下宽恕，愿殿下平安顺遂，来世奉君，必不负信。殿下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出发吧。是。元素。哎呀，国父皇，元素，琉璃，我的好国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回去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啊，父皇轻一点，儿臣背上还有伤。哦，那请太医啊！啊，父皇，儿臣伤是暂无大碍，眼下迫在眉睫，该是收网之时了。花郡主的伤哦，儿臣有个想法，想让郡主在东宫休养一段时间。父皇，您觉得如何？好。陛下，琉璃受了伤，老臣理当带她回去静养，留在东宫这不合适。合适，她是姑的太子妃。啊，这事，这事他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事发突然，总得给老臣想想的时间吧。花将军说的是，不过还请花将军放心啊。如若您与魏将军同意，姑这一生只会娶琉璃一人，啊，姑的太子妃也只会是琉璃一人。对，琉璃聪明伶俐，若入皇室，定好好疼爱，绝不会有人欺负她。是。哎呀，陛下呀，老臣家中的情况你最了解，这婚丧嫁娶的都是明月说了算，老臣这朝堂事姑说了算，姑的事琉璃说了算。花将军，你觉得如何？你这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可不像俺娘的训斥。哎呀，醒了！哎呀，哎呦！琉璃，身子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呢？你要是出去，可以带琉璃一起吗？行。父皇，依儿臣看，不如今日就将婚约定下来吧。若是事项过多定不完，您便留花将军在宫里住下，待定完再走。儿臣未来的幸福就靠您了。好。启禀主人，怎么样？城门如今全部封锁，所有的人都是太子殿下的人。裴少卿已经于城门值守数日了，拿的理由也是宫中有刺客，所有人都不得擅离玉京。云寒啊，竟然没跟我说城门换房的事。走不了便走不了，就当是给自己留个最后的体面吧。就算你不走，
我也要走。太平宴上起兵造反，那是株连九族之罪，倒不如让本宫去和陛下说说，兴许至少能不连累我们母女二人。不用说了。夫人说了这么久的话，你该歇歇了。乐阳长公主思乡心切，乃至失声，我们急需回到故土。吁！大人，乐阳长公主在太平宴上受了惊吓，实在是思乡心切，不知能否通融一下，让我们离开玉京。那就请乐阳长公主出来说句话吧。下官也是奉皇命行事，还请乐阳长公主见谅。您看，我们当真没有胡说。长公主已经这个样子了，如果不尽快赶回家乡，病情加重，岂不是让太后也跟着操心？谢驸马，一直在别人面前演戏，是不是也挺累的？太子殿下，臣不过是想送长公主回家。别再狡辩了。太子什么意思？姑让你陪姑的云寒一条命。哦，死了，那便是死无对证了。谢驸马，死到临头给自己留点体面吧。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求求你，救救我母亲吧！快把她抓起来！都别动！再动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杜太师对你不薄，长公主更是嫁你为妻，谢家名门望族，你却弑师灭妻，你为何这么做？名门望族又如何呀？不是还一样被人瞧不起？心爱的女人变成了林妃，杜太师那把老骨头又迟迟不愿让位。长公主夫君又如何？她往日里将我当人吗？把长门打开！还要让更多人为你陪葬吗？那又如何？太子殿下，求求你救救我母亲！开城门！不！娘！主人，主人！
琉璃，你要是累了，我们先回去休息，我们不勉强。今日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我让人装满了，你待会儿要是饿了，拿出来提提神。接下来我们去哪里？回宫，去见最后一个人。太子哥哥，对不起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你无需向国道歉。父皇也不会因为你母妃的事情而责难于你。姑知道了，琉璃，我们走。你终于来了。当年妖妃祸乱，谢灵州暗中为他谋划局势，失败之后，他侥幸得脱。当此后，他卧薪尝胆，伺机而动。当年大伤大尽于金破两国元气的云苍岭之战，便是他的手笔。本宫知道你想要问什么。你的母后是本宫杀的，妖妃无子，便许诺本宫助三皇子上位。只是本宫没有想到那日喝下参汤的并不是你。我想要为红儿争得一席之地，你是我最大的障碍。谁占了最好的那个位置，谁才会有最大的决定权。在这寂寞的深宫之中，唯有权力才是一切。那你我扯平了，你的心上人是姑杀的。谢驸马让你在太平宴上出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他布的局之一？若这局失败了，他还有退路。可你却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这一生都在被他折磨。他说他爱你，你就能为他做所有的事情，为他隐瞒，为他杀人，为他叛国。你给自己找借口，说是为了自己，其实都是在被他利用。哪怕有一件事情真的是为了你自己，我都不会觉得你可怜。你说错了，我不可怜，我就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红儿，那又怎么样？不要再拿三皇子殿下为你的自私无知找借口了。你若真是为了他好，就不会让他像现在这般难过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本宫？你生来什么都有，哪里懂得我们这些寒苦出身人的无奈？我们若是不争，那还有出头之日吗？我们凭什么苟延残喘的活着？你有真正的为三皇子殿下考虑过吗？人若想做坏事，出身贵贱，遇人不淑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被无限放大。这是三弟托我交给你的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母妃，儿臣并无所求，只是希望母妃不再整日闷闷不乐，让儿臣能一直陪在母妃身边。有您在，有父皇在，还有这皇城里的每个人，都能过得开心顺意。
殿下，在。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战争了？至少你我在的时候，肯定不会有。那我们是不是也算守护了晋国的100年基业？父皇与我说过，每一代都有他们自己的艰难和困苦。先皇是创，父皇是成，而我是守。我小时候总是在高处等爹娘，后来我就想，我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我尚且还能等爹娘回家，可那些将士们的亲人呢？若他们战死沙场，又有谁能把他们寻回来呢？后来我爹和我说，他说每个为之付出生命的人，想着在他们身后站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亲人，更是整个大晋的子民，他们守护的也不仅是这一方热土，更是晋国国门。父皇也曾与我说过同样的话。真的？他说，何谓江山社稷？是巍峨的高山，还是奔流不息的江河？都不是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。落花无悲尘，如果没有战争，追红尘，将记忆尽皆封存，寻不回安稳。风雨已微冷，心事悄隐忍，懵懂间一夜认真，若天定的缘分。山川日月曾见证，满腔的热忱，刻骨的爱恨，随雪纷融。是啊，这样的景色我看过好多次了，却没有哪一次能比得上今日的日出。为何这么说？因为今日日出之时，没有正在焦急等待出征在外的家人归来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我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何为江山社稷？是巍峨的高山与奔流不息的江河，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，是黄沙百战、为国为民的忠义之师，是书院之中的才高八斗、读书育人，是相爱之人脸上的幸福微笑，是人人均可自由选择的人生，是日常可见的温馨惬意，是年轻人的努力与传承，是年长者的爱护与辅助。你不去见他了？不见了，别让他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江山之大，
江湖之远，我要做的事情始终太过于危险了。那我大婚呢？殿下请放心，该给的我一分都不会少，不会让你不好与花郡主交代。心意到就行。好一个花好月圆！晋国郡主花琉璃诚邀手下败将金破国二皇子贺远亭，携厚礼于晋参加晋国太子姬元素与晋国郡主花琉璃大婚。他竟然没死！竟然没有死，那我们就还没有结束。总有一日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阿瓦将军，二皇子，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晋国也算言而有信，谈成交换俘虏后，便立刻把你放了。将军在狱中过得如何？看着胖了。啊？哦，那是因为阿瓦身后有二皇子给撑腰，他们自然不会对阿瓦怎样。但也就委屈了我那位狱友啊，年纪轻轻的就被他们给咔嚓了，好可怜。本王也顾不上其他人了，将军没事就好。二殿下，你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辛苦了。还好。太子殿下，昨天你和贺远亭拼酒啦？姑把他喝趴下了，姑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！昨天谈判都要被他气死了，还不如一拳来得干脆，打服算了。哎呀，国与国之间的事情，哪有那般容易啊？郡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哦，对了，姑有份礼物想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姑要准备准备，不是现在。快去上朝吧，姑迟到没事儿，你迟到可是要受罚的。哦。金破国二皇子率金破使臣对于两国和谈之事颇为忧心，想与朕当面陈情。传金破国二皇子上殿。拜见晋国陛下。不必多礼。二皇子对和谈之事有何忧虑啊？陛下英明，此番晋国大捷，金破氏心悦诚服，为结两国同好，外臣有一个请求，还望陛下能够成全。请讲。陛下实属不知，当年金破与晋国一战中，
花郡主与外臣有过几面之缘，自那之后，外臣便对花郡主是念念不忘。二皇子，你在朝议的时候说这些往事，什么意思？外臣必须对陛下表达自己的一片拳拳之心啊！外臣之决心，还望陛下成全。朕没有听明白，你想让朕成全你什么呀？啊！古来皆以女子和亲，促两国世代交好，而今日，外臣愿以金破二皇子的身份，与花家和亲，促金破与晋国世代同好。贺远亭又准备搞什么阴谋？我晋国本就是战胜国，何须以和亲之事示好？太子殿下稍安勿躁，又不是让花郡主和亲到金破，而是外臣和亲到晋国。古来和亲都是公主和亲，竟然还有皇子来主动和亲的。陛下，太师对于两国和谈之事十分上心，他曾经说过，在社稷和百姓面前无个人小利。臣也曾耳闻花郡主和金破二皇子的旧情，如若二皇子肯屈尊和亲至晋国，乃是两国百世修好之大事。臣恳请陛下，看在天下福祉的情分上，促成此事。臣附议。陛下，想和亲之人提出和亲，被和亲之人就一定要同意吗？我晋国从来不会强迫他人，纵然社稷之前无小利，在朕这里，个人小利那是百姓的社稷啊，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？愿意。贵国二皇子提出和亲，那是普天同庆的大事。我记得历朝历代提出和亲之时，都会捎带些条件。那么，请问二皇子殿下，青函草原是否可以退让？两座城池是不是也该归还我国？另外，二皇子殿下今日提出和亲，定然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那么，请问，准备好彩礼了吗？将计就计，反将一军，干得漂亮！如果朕没有记错，花郡主的兄长是要经过恩科考试的，所以待恩科之后再议此事吧。退朝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元好元肃，你们对贺远亭要入赘之事怎么看？父皇，贺远亭似狼子野心，您不能答应。那个贺远亭的眼光着实不错，竟然看中了父皇为儿臣选的未婚妻子。大皇兄，你到今日还在惦记花郡主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夸奖贺远亭的眼光，顺带向父皇表明态度。如今儿臣已经心有所属，父皇不需担心儿臣与花郡主。既然大皇兄都想明白了，就不必再说下去了。我当然想明白了，我比任何人想的都明白。父皇，儿臣先行告退。父皇，贺远亭必有所图，
只不过所图之事需要从琉璃身上展开，儿臣不愿意，也不喜欢。你既然都明白了，你还慌什么呀？你看人家花家小姑娘一点都不慌，和朕配合的多好啊！就是因为她太过冷静，儿臣方才有一些慌。贺远亭要和亲，他想得美。幸而陛下也尊重妹妹的意见，未曾答应这等荒唐之事。他敢同意，我就敢杀进宫去找他算账。哎，夫人，稍安勿躁，这不还没成吗？爹娘，贺远亭在谈判僵局之时提出要和亲，必然有他的算计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来一个瓮中捉鳖，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将军，夫人，金破国二皇子在外求见，他来的正好，我请他进来捉鳖。二哥，他定然是有备而来的，我来。他们怎么还不出来迎接我们？我总觉得呀，他们将有什么猫腻，我这心里啊很不安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什么意思啊？找个机会去探探花家的地形，能探多少探多少，找找花家的军事边防图最有可能藏的地方。本王在这稳着便是。朝议之时，我说我可以接受和亲，而他却说此事重大，还需商议，说明他的本意根本就不在和亲，而是为了拖延时间。他不会要算计我们吧？如今谈判陷入了僵局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打破现在的局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是要搞清楚他到底要什么。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本小姐也不想思虑过重。走吧，煮汤去。藏哪儿了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要找茅房了。那你走错地方了啊！茅房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太子难道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吗？太子殿下，贺远亭来了多长时间了？来了该有1刻钟了。季桓，跟上。太子殿下，您请息怒。长空兄，请放心，孤自有主张。没有啊，兄弟，我先去也。兄弟啊，我会想你吗？殿下，臣先走一步。你给我站住啊！站住！铁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行，不行！你这个大骗子！我掏心掏肺的对你，拿你当亲兄弟一样。我出于第一件事就问二皇子你葬在哪里，我好去给你烧点纸钱。想不到你居然这么玩弄我！啊，行，你别这样。我也想和你当兄弟，是不是？可奈何我们是2个国家的人，各为其主，是不是？我不听。你要理解此事啊！你们晋国人太坏了，
前有花琉璃坑了我们二皇子，我拿你当兄弟，而你却利用我。对了，我在牢里跟你说了所有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告诉别人？当然了，你全都告诉了。是啊。我打死你这个大骗子！二皇子殿下真是赶之不走，挥之不去，相当粘人。为心中所爱，纵然被骂被嫌，亦是常事。汤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金破国二皇子来得，孤就来不得。当然能来，臣女早就说过了，您可是花家的贵客。去把二哥叫来。好。两位殿下，走吧。二哥以为此时应该让两位客人先用才对。晋国人的饮食癖好真的好奇怪呀！这汤确定能喝吗？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好喝，御膳房的厨子手艺都没你好。这个给你。你是故意的？那倒也没有，就是听说贺远亭要留下来，我就在汤中多加了几味料。没想到你竟然……辛苦你啦！今晚子时，老弟房间。二殿下，二殿下，二殿下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通敌叛国了。你怎么就通敌叛国了？我牢房那位狱友，我没想到他竟然是晋国太子派过来的人，亏我还拿他当兄弟。哎呀！安王将军，你也别慌，你这是上当受骗，并非故意为之。对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都说什么了？我好像说的还蛮多的。我说了二殿下你的喜好，还有你的性格，还有你年幼时做过什么，还有你最害怕的是什么。他会不会拿你最害怕的东西来吓唬你啊？啊，还有，你不是有点怕花琉璃吗？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？你这是影响还是不影响啊？这什么味儿？
好，郡主。裴大人，太子殿下呢？太子殿下在前面树林等你，您独自过去便可。哎，云伟，我们就留这儿等着比较好。谁要跟你在一起啊？我要跟我小姐一起的。哎，是太子殿下吩咐的。哼。一曲心思绕指尖，月下无言夜无眠，庭中徘徊不知心有几回念。不见风雨也难言，谁在苍苍这人间？何人知我心事泪延绵？一段回忆过云烟，梦中浮现谁的脸？太子殿下，不见这云蔽月，情有几回圆？你来了。独坐窗前泪绵绵，这些是殿下布置的吗？风拂面，可这茫茫此心，残留却不变。这浮云摇曳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姑年幼的时候，经常反复的读着你写给我的信，的确给我带来很多温暖，也给我的生命带来一束光芒。那时候姑就觉得你是一个遥远的朋友，一直陪伴着我。直到见到你以后，我突然觉得除了这天下的安宁，这世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等着我守护。可臣女初到玉京之时，殿下为何处处针对琉璃？对不起，我在玉京那么久，见了那么多诡计多端，却忘了你给我的光芒。我不会再怀疑你了。可臣女却觉得这玉京挺好的。你真的这般觉得？那日臣女与嘉敏郡主被绑，我看见殿下突然间出现在城外，那一刻我就在想，原来在这玉京之中，竟然有一个人也能这样费尽心思的找我。后来殿下处处护着琉璃，琉璃真的很感动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太子殿下可以为了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也没有想过会为我布置这些。过来。快快快！善心，我就说我们等着比较好吧。你不告诉我？一个比一个好看。月月，给月月。啊！哎，没事，我再给你一个。我不要。哎，小点声。再换。哎，我都说，哎，就是啊。殿下，琉璃很喜欢。真的？哎，琉璃啊，你看，姑还有样东西要给你。这棵树上，除了这些灯火之外，还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，是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
吗？激流勇进，花好月圆。这上面啊，刻有你我的名字，选一个。这一定要选吗？那你敢不选吗？我选这个，因为这个上面有我的名字。那你可知道，选了这物件，意味着什么吗？不就是啊，下雨了啊！下雨了！哎呀，好大的雨！这下雨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完了！什么完了？完了！这下雨了，他们还在那儿。哎呀，还没完呢！还没完呢！一曲心思绕指尖，月下无言。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殿下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懂。你都懂。这浮云有隐约含羞，蓦然回首在等候，试探旧时情影，不照今时。